喂法哦，俺那头半路红了哦，记哦，有啊，没法问讲，有空下来么？有啊，俺哦，田婆婆讲是小木老狗放起来等了。哦，你有听到吼？呵呵，佢讲啊，佢跳起鬼眼婆冇嘛个水呢，哈哈哈哈，佢同声音穷款呢，跳起安尼啦，好啦，改天见面再讲啊，安尼讲了了哦。苗头家，我到了哈，暖下啦。苗头家要出啦。可能係戇車啦。阿爸，苗頭家戇車嚟啦，試下腳豆哦。好啦，我們想試個餅豆。拍謝啊！哦，阿爸，大屁人嗬，還突然鬧講笑呢。實在按歪按冇規矩哦，夾啦，夾同重門打開來啦，哼。烦羊哦。哇，有頭髮安正哦。可欣，一隻婆個片錯。苗頭家，出來呀！雞婆嘅家？雞婆啊，我去呢行，等我一下啦。雞婆啊，雞婆，我去呢行。我離開一個朋友啦。都係快耶！老師嘞，有樣誒，係5一線呢。哇！老師嘞，老師嘞。雞婆。一皮照，睇嚟，冇看到人樣啊，雞婆啊，唔同你行啊，雞婆啊，唔同你啦，雞婆啊，誰人啊？可欣。怎麼眉頭兩位哈？我來飲姚同志啊！姚同志，唔看，我飲烏龜斑龍你哦。哈，飲了，愛做乜嘅呀？
哦，我拿去捡桶油啊，安尼哦，只是得拿去点等阵货，是得卖钱，唔得有几好嘞。哦，哈，唔得啊，我本得本唔好嘞啦。唔是啦，你就看到我只泡沫啊？伊又咩聲音咧？唔會答唔見啦。乜人講唔捌？佢嗬執答唔見呢？哈，聽人咪會答唔見哦。安尼是真人飛去了。阿姨婆，阿姨婆，阿姨婆，兩都冇看到有人啊。哈，我用算講好啊。應該去派位前看看啦。嗰邊嘅聲妹，拜託啦！聽說啊，我哋嘅獎牌打走咧，前腿唔得咧，拜託嘅咧，同我上嘅結束過，嗱嗰兩半嘅咧好冇啦！其實係同人包係嘅呢兩家嘢。聽說啦，拜託啦，嘿嘿，耶！嘿嘿，呵呵。改仔哦，改仔日日來點會了。唉，那係冇嘢啦，來上橋啊！我看啊，我就要使做羅海幹咧。哈，老係竟然冇驚到去水底度呢？哦，真羅爛哦。啊，超下，我呢兩家下好似唔知間路阿伯婆，佢那麼短，睇佢係邊個講嘢叔叔？羅海，你有看到嗎？冇啊！冇嘢呢嗬，是得去食到池畔啊！道上邊嗬有一條動態有智慧嘅幼童樹，聽講點乜嘅弄地。食到同內行呢？拖卡片啊！哈？食到？安尼安尼成行了。講哪啲啊？哈？全部變偏啦！你兩家呀！我哋用上，這邊來啊，同樣講係笑我。真見哦！聽行啦。哎呦！哦，哇，有很多哦！你等聽到嘅笑聲，再朝過來呢？你看，你等頭聽送竹牌了呢？哦，很閃色哦！竹牌天堂咧！哇，很好高哦！還有彩色的條呢，牙寶係講，我前幾條千梯條嘅老幼童樹呢，天長係兩條啦，唔出啦。哇，危險呢！一條樹啊，會天痛呢，唔要看看。哦。哎呦！
都冇啊？係咩人啊？叫叫出來哦！係捱啦，睇是假好哦。哇！捱係兩條樹嘅精靈，人工嘅樹精靈啊！捱做事啲，年年做乜嘅無來尋捱哦？嚇？唔對哦！係咩愛捱聽樹尋人能嘅姨婆啊？唱啦唱啦！哦，了，捱實在係東派線呢。嚇？捱兩晚後，可能無法度同人聽樹了呢。唉，用船工咯。也能看，兩晚原本係愛打發嘅季節，不過捱是唔得打發咧。唉，用船會安尼呢？因此我切菜豬打唔見嚟啦。嚇？切菜豬？